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互聯網大廠，聊一聊諸神的黃昏，聊一聊互聯網大廠的焦慮。前幾天咱們聊了這個小米的雷軍過早，阿里的馬雲夏天插秧，美團王興的滿頭白髮。今天我們聊一聊字節跳動、抖音。在當下移动互聯網，这个字節跳動、抖音，你說它怎麼火都不過分。無論是電商還是流量還是線下，當下這互聯網用戶、手機用戶都在使用的抖音，可以說用戶的閒暇時間、流量全部被吸引到抖音這兒，在字節跳動這個也不過分。但是是不是抖音就高枕無憂了？是不是抖音？是不是字節跳動就沒有煩惱，就不焦慮？大錯特錯！抖音的焦慮和京東和美團沒有什麼不同。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來自於同一個維度的其他的互聯網大廠，而是降維打擊，而是來自另外一個維度的所謂的人工智能。那有人就說了，這些互聯網大廠不都布局了人工智能嗎？錯了，如果人工智能就這麼簡單，你有錢你布局你投資你就是人工智能，你就能一起飛，那是錯誤的。互聯網大廠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還是中國，都在布局人工智能，但是真正能上這個賽道，能被資本認可，非常難。不是說我自己貼個標籤，我就是人工智能；不是說我設了一個部門，我搞了這樣的業務，我就是人工智能，不是這樣子的。所以今天中國企業家雜誌6月26號刊登一篇報道，叫字節 AI 在焦慮中狂奔。同時6月26號聯合早報也刊登一篇文章，叫豆包收費誰來買單。這些文章你看都是同時出現的，都是矛頭指向字節跳動，指向他們的焦慮，他們的業務。聯合早報他是這麼說的，他說醞釀了1個多月後，中國科技巨頭字節跳動旗下人工智能 AI 應用豆包正式推出付費版本，這或許有助於改善營收表現，但在被業內視為 AI 聊天機器人付費訂閱墳場的中國市場，用戶願不願意買單仍是最大的考驗。文章說，豆包官方星期三6月24號在微信公眾號宣布，這款專業版採用3級階梯定價，標準套餐包月68元，專家模式及辦公任務模式等功能的使用額度是免費版5倍以上，加強套餐包月200元，額度提升至標準套餐的4倍，高級套餐連續包月500元，額度是標準套餐的10倍。如果你是連續包月，那你就1年要6000塊，你使用的額度那是標準套餐的10倍。豆包是當前中國用戶規模最大的 AI 聊天機器人，這也是它自2023年上線以來首次向用戶收費。知情者透露，付費功能將聚焦複雜任務和生產力場景，包括 PPT 生成、數據分析、影視製作等，也就是把它當個工具來生產工具，提高效率，產生這個價值的。不過豆包也強調，付費版是增值訂閱服務，現有免費版這功能並不變，並將持續迭代更新。對於大部分用戶的日常生活場景，豆包現有的功能和額度已經可以滿足使用。那有很多用戶就說了，那這不是挺好的嗎？對吧？這邊你要拿這個當工具去捕魚，那你交錢，它的功能更好。如果你僅僅是這個叫聊天或者是娛樂一下，那你不用交錢，免費也可以用，看上去很美好，實際上不是這樣子。放眼全球，包括 ChatGPT 等在內的多款 AI 應用早已實行付費訂閱，但豆包開啟收費後，仍在中國市場引發廣泛討論。中國移動互聯網數據服務商數據表示，截至今年3月，豆包月活躍用戶達到了 3.45 億。不過，在豆包今年5月預告推出付費版後，單月月活躍用戶減少約607萬，環比下降 1.81% 至 3.3 億，為應用上線3年來少見的明顯用戶流失。那很多人就說了，這 3.3 億不也挺多的嗎？實際上它這個一共是 3.45 億用戶，真正的活躍用戶沒多少。就像很多這個自媒體博主，那粉絲幾百萬
實際上真正活躍的沒有幾萬，是一個道理。就像這個 DeepSeek 或者豆包剛上線的時候，很多人圖新鮮下載了一個或者注冊了一個，玩了幾天沒意思了，就不玩了。但是你这個注冊在他那兒，你就算一個用戶，但是實際上你已經1年都沒上過線，都沒玩過了，對他沒有什麼價值。活躍用戶其實不多，每天打開日活月活这些数字。AI 產品版創始人李幫主認為，在競爭激烈的中國 AI 市場，用戶規模幾乎決定一切。1.81% 的月活下滑，對字節跳動而言，令人擔憂的信號。因為這個下滑的呢，絕對的是活躍用戶。他說，中國免費 AI 服務時代遠未結束，因此豆包的商業化可能為時過早。市場反饋也印證了這一觀點。微博一項是否願意為豆包服務的投票，吸引9.1萬人參與，其中8.8萬人投下反對票。南華早報採訪的12名中國 AI 用戶中，有10人表示不願付費，原因主要集中在價格偏高，以及豆包在辦公場景的表現仍不足以支撐收費。這個觀點我以前說過，我在用這個馬斯克的叫 Grok， 免費的我就用，如果他收費我就不用。為什麼？我不是不願意付費，是因為如果收費他目前這個水平達不到我的要求，就不值得付費。你一旦付了費，實際上你還要在上面加工，再去整半天，你還不如自己來。也就是它的表现不足以支撐收費。但是為什麼又這麼着急齁急？為什麼就不能像其他的移動互聯網產品那樣免費，或者免費繼續免費，是吧？免費到一定地步再說。這就是問題所在。為什麼這些大模型都急於收費？因為它已經扛不住了，就這麼簡單。在微博上，不少網民質疑付費功能是否物有所值，認為豆包尚未發展到值得收費的程度。豆包最擅長胡編亂造，誰會付費？真的不值這個價。但凡能做得好一點，我都願意付費。可惜現在太爛了。也有用戶擔心，專業版推出後，免費版的算力和功能會逐步縮水。對此，字節跳動強調，免費版功能不會削弱，也不會借降低免費版體驗來推動用戶升級付費。儘管官方不斷安撫用戶情緒，認為能阻止部分用戶轉向競爭對手，也就是誰不收費我就去他那兒，你先收費不好意思，那叫投票。數據顯示，阿里巴巴旗下通義千問5月月活躍用戶增加1300萬，那這是不是好事？這個對阿里來說叫喜憂參半。一會兒大家就明白是什麼意思了。它一下多了1300萬活躍用戶，其實挺好，知名度上去了，使用率都上去了。但是那血也是呼噜呼噜的往出流。你以為豆包收費是隨便收的是嗎？通義千問用戶達到了2.34億，環比增長6%，成為中國增長最快的 AI 平台之一。那都是因為豆包一收費，很多人去了阿里千問。雖然豆包目前仍領先通義千問近1億月活躍用戶，短期內市場龍頭地位依然穩固，但分析認為兩者差距正逐步縮小。李幫主說，在用戶遷移成本仍然較低的階段，誰率先收費，誰就會把主動權讓給競爭對手。那豆包為何堅持收費呢？儘管市場反對聲從5月曝光付費計劃時便已出現，豆包最終仍選擇收費，背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AI 越來越燒錢。你每次使用它都要算力 token 都是要花錢的。隨着大模型能力不斷提升， token 調用量和算力需求同步飆升。字節跳動披露，今年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調用量達到了120萬億。你這 token 調用一次哪怕就是0.0001分錢，你說你120萬億次那是多少錢呢？那個都是以億為單位的成本，比去年12月翻倍。也就是你可以肉眼可见，以後如果真的人工智能推廣了，大家都在使用，那恐怕1個月就要背一次。那這個量這個成本哪一家能扛得住？它不收費能行嗎？今年3月份跟去年5月份比，这個才10個月，這就是豆包，就這10個月裡面，它的這個 token 的調用量翻了1000倍，什麼概念？這個成本你剛開始的時候還能扛得住，你現在根本扛不住了。如此龐大的使用量也意味着高昂的運營成本，
中國 AI 行業數據機構測算，豆包每年的詞源推理成本約80億元，80億的成本，別的不算，就是說調用這個 token 這些成本80億，這還不算固定資產折舊，什麼買了那麼多的芯片的存儲一大堆的奸計方都不算，芯片算力成本高達數百億元。另據第三方測算，豆包目前單月净虧損2.1億至2.7億元。隨着使用率的提高，這個虧損還進一步擴大，而且是以指數級的在增長。你說他能受得了嗎？中國科技諮詢機構專業人士認為，推出付費訂閱反映出字節跳動必須在成本與用戶規模之間取得平衡。摩根士丹利也指出，在高強度使用场景下，繼續提供完全免費的 AI 服務，經濟上已難以持續。因此，豆包推出分級訂閱，本質上是讓重度用戶承擔更多的算力成本，也就是讓那些把這個當工具來提高效率的人，你們给他掏錢，摊低他的成本，幫他負擔一下成本。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中國分析中心榮譽高級研究員葛瑞林則認為，豆包收費是擁有最多用戶的平台，最終必須面對 token 經濟學現實的必然結果。他說，算力成本終究需要有人來承擔，就是有人來買單。比如一個擁有3.45億月活用戶，平均每位用戶收入幾乎為零的平台來說，即使背後是擁有 token 現金流支持的字節跳動，這種模式也無法長期維持。不過，收費並不意味着就能緩解成本壓力。摩根士丹利估計，豆包年訂閱收入約1.01億美元至15億美元，也就是你按5億美元算，也就是35億人民幣，或者就不到40億人民幣，就這麼一個，他年就靠訂閱，一年能收入40億。但是剛才已經說了，他去年這個成本就是80億，還沒算折舊，還沒算什麼硬件投入那些，他一年就80億。那他今年如果這個包月能有40億的收入，但是他今年的成本恐怕已經200億了，也就是他還是巨大的窟窿。他說，即使按最樂觀情形計算，這筆收入與字節跳動龐大的廣告業務相比，也只是零頭。中國 AI 困於付費難，而更大的挑戰在於中國用戶至今仍未形成 AI 付費習慣。目前，豆包、通義千問、DeepSeek 等中國主流 AI 產品仍大多免費開放。分析指出，與 ChatGPT 等西方 AI 產品普遍採用訂閱制不同，中國 AI 市場競爭激烈，各家企業長期依靠免費策略搶佔用戶。摩根士丹利數據顯示，2025年美國 AI 聊天機器人付費率為 5%， 其實也不高，美國人付費率也只有 5%。但是中國預計僅為 0.3%， 這裡面一個先驅者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百度。百度不是我記得前幾年推出一個叫什麼，人家搞 ChatGPT， 他搞了一個叫什麼文心一言，反正名字挺難記的是吧，挺拗口的，你这玩意起名字就起錯了。文心一言好，搞了2年，他也搞不起，也收費。这个他是算國內是最早推出的百度吧，推出這個大模型，結果最終他本來要收費，最終在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重新恢復免費。他收費了，後來一看不行，還是免費，燒錢就燒錢。你如果收費，那直接就死了；不收費，好歹還能撐一撐。這也反映出中國 AI 商業化仍在摸索階段。中國科技分析師趙賽波指出，中國消費者更傾向於應急式訂閱，即為了完成某個項目付費1個月，用完便取消。中國工具類產品的續訂率大約只有海外同類產品的一半。不光是這個，比如視頻，騰訊會員是不是啊？那玩意你就不停的免費，不停的便宜促銷，完了之後，很多人騰訊會員還互相轉讓，是吧？互相借用，這就是中國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的生態，就是這樣。儘管如此啊，不少機構認為收費最終仍將成為行業趨勢。野森證券指出，字節跳動率先收費，有望減緩整個 AI 聊天機器人行業持續擴大的虧損。但阿里巴巴、騰訊和 DeepSeek 等競爭對手短期內更可能保持觀望，也就是誰先收費誰先倒霉。我這不收費，我先把你的用戶吸乾淨再說。但是一吸乾淨之後，你這邊負擔就到你這兒了，你這邊就虧損就加大，那就看誰血槽厚。
看誰扛得住。分析師認為，隨着用戶規模持續擴大，運營成本不斷攀升，訂閱制將成為 AI 行業難以回避的發展方向，只是時間早晚問題。可以預見，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 AI 應用邁向訂閱制，但收費並不等於成功。對於中國 AI 企業而言，真正的競爭或許不再是誰吸引更多用戶，而是誰能率先建立一套讓用戶願意長期買單，也能支持業務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。這個是聯合早報說的，豆包收費誰來買單？那麼中國企業家雜誌他說，字節 AI 在焦慮中狂奔，實際上說的意思是一樣的。他在文章裡面說，字節難養豆包。他說上半年日活達2億的豆包，每天收入不足100萬元，而應用消耗每天達到了數千萬元。而在算力中心建設上，字節計劃將在2026年資本開支上調到超過2000億元，相當於2025年利潤，就是整個字節利潤的60%，把2025年整個利潤的60%拿來砸到 AI 上面，你就知道這些互联網大廠也是豁出去了，拼了。但是拼了之後，你从哪兒賺錢呢？豆包收費，但是收費又不及預期。根據 36K 報道，火山實際上就是字節下面豆包的運營。這個叫火山，應該是這樣子的。而火山今年將這個營收目標上調到了150億元，相當於2025年的10倍。但火山這波營收增長主要歸功於就世夢，就那個 AI 短劇，就是很多人拿這個做 AI 短劇，所以那你要拿這個當生產工具制作 AI 短劇，那你得交錢了。這一塊作為生產工具，這個業務收入還不錯，單月可以貢獻超10億元。而世夢能快速成長成為火山的搖錢樹固然令人欣喜，但很難說這是一個能讓人放心的營收結構。在接受中國企業家等媒體採訪時，這個火山的負責人表示，他說外面傳的世夢收入數據都是錯的，而且偏高，我壓力很大，財務天天問我是不是藏數了。他同時透露，日均 token 調用量180萬億，既包括內部外部，也包括豆包 APP 本身。至於算力壓力，該負責人直言，這不是火山當下的關心重點，算力佔本從火山引擎角度沒有評估過，我們主要關注 to B 業務。所以這個中國企業家雜誌他得出結論說，顯而易見的是，字節供養豆包越來越吃力。一位業內人士向中國企業家剖析了 token 產業鏈的利潤分配格局，上游 GPU 等硬件廠商分走至少60%收益，中游雲與 AI 廠商再疊加超50%的毛利售賣 token， 處在下游的智能體應用開發環節，豆包這種幾乎無利可圖。如果豆包繼續保持這樣的用戶增長，算力消耗就能耗光字節的收入。你字節把你所有的收入用來養這個都養不起，就大家知道為什麼字節焦慮了，它還沒上市了，還可以增發是吧？壓力之下，6月24日，豆包在不少用戶的非议声中，仍然堅持推出了豆包專業版，標準套餐連續包月68元，加強套餐連續包月200元，高級套餐連續包月500元。當然了，短短幾個月，這個字節推出的這個世夢大獲成功，異軍突起，已經引發了視頻公司的焦慮和恐慌。中国企業家獲悉，近期一家頭部 AI 視頻創業公司的創始人緊急召開高層會議，安撫團隊情緒，表示不要被字節的攻勢嚇倒，模型的進步沒有哪家會有絕對的領先，都在你追我趕。為此，該公司也緊急跟進一輪大額融資，以安撫團隊和客戶。但依靠世夢，字節仍在無情地踏入愛奇藝 B 站的領地。接下來說，這個世夢 2.5 系列模型將支持生產更長的視頻以及生產級的內容制作，更可能將對院線公司提出挑戰。不過，一些用戶在社群吐槽說，豆包專業版雖然在專家模式、办公任務模式下，功能額度為免費版的5倍以上，就是這5倍什麼概念呢？我們也不知道，因為沒用過。
總之，你用專家模式，那一个月大概几百塊錢，200或者500，雖然是免費版的5倍以上，但是你僅僅生成一個30秒的視頻，你額度一下就給你用掉了40%。你再生成一個30秒的視頻，差不多了，你一個月的量，它包月它也限量啊，跟中國移動一樣的。好，你這量就沒了，你再用你的充值，接着充。實際上，這個詩夢這個工具啊，它的競爭對手也越來越多，而且你追我趕，競爭壓力也很大。比如說阿里人家馬上就推出一個一樣的工具，也來搶用戶。那有很多網友就說了，那為什麼不能像移動互聯網那樣的一直免費？你看我們在移動互聯網年代基本上都是免費，實際上這是跟這個業務形式有關。移動互聯網下面所有的應用是用戶越多，它成本越低，它的固定開支是固定的，一個月是10個億就是10個億，一個月是100個億就是100個億，它不會隨着你的人增加而增加，所以你搞的用戶越多越好。但是人工智能就不一樣了，你人越多，你的成本越高。為什麼？你每個人每調用一次這個 token， 你要花多少錢？算力、電力，這所有的成本都在裡面。你不用它就沒有，你用一次它就要產生一次費用，這個數以幾百億萬億的調用，你想想多少錢吧？你的用戶數就是3個億，這3個億每一次繪畫要調用多少 token？ 這個人一天要玩個10幾次、20次的，那你說他有消耗了多少電力、存儲各種，這個都是消耗，用一次就要消耗一次。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，你用一次基本上不消耗，那個成本極低，可以忽略不計。所以用戶越多越好，用戶越多，它每個用戶的成本越低。而現在人工智能大模型，那是用戶越多，你的成本就越高，是成正比的。這就是為什麼這些用戶到了阿里，那阿里接下來他搞一段時間之後，他也得收費，他不收費他也活不下去。但是一收費，別人就不用。所以我覺得未來是什麼模式？未來就是那些 to B 業務。to B 業務什麼意思啊？就是真正的他可能把他大模型當做自己的生產工具，他是靠這個賺錢的。那這些人他就願意付費，他付費他也講性價比，誰家的性價比高，我就用誰家的。那說明意味着收費用戶是有限的，你還得卷。這是第一個，所以收費你只能跟誰收。to B 業務一定就不會什麼大張旗鼓的。to B 業務反正那就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什麼玩意。只有 to C 業務才傳播的廣，這個知名度高，因為它是 to C 的，就是消費者個人的。但是 to C 業務你根本就收不了錢，你別想着收錢，你只要收錢別人就不用。如果有急事真的要用人工智能，他恐怕這個月充一下用一下，以後就不用了，這叫應急事。所以我覺得人工智能想收費，至少短期這3-5年裡面還是非常難的。我說 to C 就是消費者，我們勒緊褲腰帶是吧？我們連消費都不消費了，這個節假日出去玩，一天只花100多塊錢的人，你讓他去訂閱，你這個玩意兒跟你聊個天是吧？收錢的不，那這個很難想象是吧？這種需求非常小，這就是字節焦慮的地方。就是說字節，你看人家已經在移動互聯網這兒已經無敵了是吧？把流量都控制了。現在你一看，大人小孩沒事都在刷抖音，流量不就全控制了嗎？你想，你手機裡面你常用的 APP 是誰？是什麼？你經常打開的這就是抖音、微信。所以在移動互聯網時代，為什麼京東，為什麼美團那麼焦慮？美團還好一點，對不對？美團畢竟外賣，還什麼共享單車亂七八糟的，你還有可能還打開，一天還打開個幾次，被迫打開。那京東誰會去打開它？你每天常用的就是抖音和微信，就這倆 APP。但即便這樣是吧？你看豆包、字節一樣的焦慮。現在這個資本市場已經非常明顯了。今天我看寒武紀市值破1萬億，這什麼概念？這是幹啥的公司啊？誰都不知道是幹啥的。就是它就是 to B 的公司。你不是這個業內人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幹啥的。to B 什麼意思 ？to B 只有業內的人才知道，老百姓是不知道。你問個大街上老頭跳廣場舞的。或者是鄉下農村，你問一個人，你說你知道寒武紀嗎？肯定給你翻個白眼。但是你要問他知不知道抖音，知不知道微信，那都知道。就這叫區別。你問他這個質樸是幹啥的，有人知道嗎？但是你要問抖音、問支付寶，對吧？問淘寶、微信，這些人家都知道，這就是區別。但是即便這樣，你想想，他一樣的焦慮，因為那些不知名的公司莫名其妙市值萬億。而他們的市值不停的縮水，無論是阿里、騰訊還是美團、京東這些上市的代表互聯網優秀公司，就是移動互聯網這些大廠，只要上市的市值都在縮水。今年最多的已經腰斬了，市值
就仅仅这半年，從2020年1月1號到現在，它是移動互聯網，它是大廠，莫名其妙市值縮水一半，能不焦慮嗎？所以我們最後要看一看，咱們這胡適簡直了，要把19行情，要把硅基殺碳基的行情演绎到底。三大指數全天上行，集體收漲，截至收盤，上證指數漲0.5%，深圳成指漲2.48%，創業板指數漲2.99%，科創50漲3.85%。這個走勢大家就知道了，什麼個走勢？今天成交額3.3萬億，比昨天是少個2000多億。今天有3000家上漲，2364家倒車接人。最近這個行情已經沒什麼好說的。什麼叫沒什麼好說？你看指數漲跌沒有意義，漲你也賠錢，跌你一樣的在賠錢，反正在失血。我看有網友評論，現在的行情是什麼行情？每天早上一開盤，一群硅基的就圍攻圍毆，把這老登股打得出血，老登股出血。出完血之後，下午也硅基的他输血了，硅基的就起来了，每天上午把老登股打一頓，從老登股上抽血，抽完之後下午这硅基的就上来了，科創就大漲。这每天都是这種行情，我看也像。就现在老登股到什麼程度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現在是殺銀行股，因為其他的股票確實殺不出什麼錢了，市值非常少了嘛。你寡肉，你看上海建工才2塊多一點了，對不對？馬上就2塊以下了。你這玩意兒你就賣1萬股也才2萬塊錢，殺不出什麼錢了，就這個寡不出什麼錢了。現在還誰有錢？就是估值誰還有水分的，還有流動性的，就是銀行股。所以你看銀行股現在出現破位走勢。就是資金從銀行股裡出來追那些硅基，現在就這個走勢。你看哪些股票這個還有流動性？比如說茅台現在是不是在跌？茅台已經跌破1200，現在估計馬上它就往1000以下在運動，因為它還有流動性。這玩意兒你要賣個1萬股，那就是1000萬，是不是啊？你賣一點，我賣一點。你說萬科那玩意兒，你賣1萬股才3萬塊錢，到不了。現在萬科已經3塊以下了，你賣個1萬股2萬多塊錢，賣10萬股才20多萬。那真是割肉，很多人都是20、18買的，但是是白馬股，對不對？現在已經殺到2塊多錢了，還得割肉，那真是血淋淋。你比如說上海建工，那不是割的是血淋淋的嗎？完了之後再去買硅基，就這些人他膽小的還不敢，膽小的還在這個老登股裡面待着，害怕這邊割完肉，那邊一追，那邊又要割肉，兩邊挨打，所以很多人還下不了決心，還在老登股裡面待着。膽大的已經從老登股割肉完畢，完了這個已經殺到硅基裡面去了。但是無論你是割了還是沒割，無論你對吧，是不是追了老登股，追了那個硅基，我記得叫什麼寧泉資本是吧？人家發了個通知，說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去駕馭硅基，駕馭科技股，就不冒這個險了，這意思啊。他那個原話我不太記得原話，但是他那意思就是我可以追進去，我知道它也要漲，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走，因為他那個邏輯跟現在邏輯完全不一樣。現在你其他老登股還講市盈率，講什麼高股息是吧？你講什麼分紅，講這些東西。硅基裡面講的是市夢率，不知道他怎麼着就市值過萬億了，對不對？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。我看牛散張盟主，我看網上寫的張盟主張建平，他以前不是炒寒武紀賺了很多錢嗎？現在再一看是吧，廠子都悔青了。他去年是吧，把寒武紀賣了，去買了什麼江淮汽車乱七八糟的，再買了老登股啊，就把科技股賺了錢，認為差不多了，一賣追老登股。那你說現在他是不是廠子悔青了？他是賺到錢了，但是現在老登股裡一賠，他已經沒有了。沒有之後，他現在面臨的就是把老登股割掉，再去追他拋掉的寒武紀。他在寒武紀上賺了錢，萬一寒武紀來一個回調，他前面在寒武紀賺的錢，在寒武紀上還加倍還回去。老登股上割的肉那是真割了，就是牛散你也把握不了這個行情。現在你在硅基裡面的斗膽，有人膽大切到硅基裡面去了。問題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擊鼓傳花結束。中信證券今天已經預警了，說4大隱性風險集中浮現，7月 A 股切忌盲目抄底。具體的我就不說了。總之它4大隱性，第一個就是題材炒作進入正尾階段，第二個是產業資本高位密集減持，就是大股東都害怕了，炒的大股東想把公司賣掉全給你們的，這玩意兒他們自己也搞不清他為什麼他們那麼值錢，搞不明白。
第三個是7月迎來年度退市高峰期，第四個是1000億級解禁洪峰來襲，這是中信證券預警。那還有一個券商叫浙商證券李超，他說2027年或因 AI 泡沫破裂迎來100年一遇的金融危机，这是又是券商的观点。中信证券、浙商证券现在都开始預警了，也就是叫分化行情，這種19行情已經把券商都害怕了，看不懂，害怕。但是最後我還說一句，大家不用擔心，因為咱們的市場那是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，定海神針，需要大家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，有人的出人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